大白雷的南浦改西街了，我们资讯一出去，都30分钟是报名贴嘞，还有很多人这个候选名单拍到头染体嘞，哦，这就直接参加下次桃园场。哦，毕业的来哈，他没有娇生惯养哎，还是因为我们刚认识？要拿吗？要拿吗？可能是主机脚，要再一碗拉，大概这个的12倍吧。对，应该要一整罐。老配没有啊，很多市场他们上面是直接丢掉的呢，所以下次我去市场我要去捡那个萝卜苗。可是你捡回来你也不会用啊。我打电话给他。今日嚟做嘅係水果雪 Q 餅。雪 Q 饼，呢個都唔會做出來，應該是唔會做出來哦就放棄了。對啊，他們很會做菜。擅長劃清界限。我們來南部，終於旁邊有觀眾哎，呀，好多啊，還有掌聲啊！哦，我大把開窗嘅書姐咩講？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繼續摸音。哦，那個蟹膏蟹卵，太犯規了。等一下，是蝦哦，蝦。太開心了，太開心！第一道餐桌只要10秒鐘，餐廳的前面就是我哋呢秀下空嘅地方咯。好像轉到購物台哦。雪該泰國蝦嘅書姐咯，就是要看它的蛋又多呀。那你吃啊，生吃啊，吃空啊，泰國蝦要熟食哦，各位。哦，腌排蛋。佢打開咗東台地呢，冷的時候，他們就把這當圍巾。圍巾這個狗咬吧？那個咬的這件切就拿起來貼。可能會被美濃觀眾笑哦。我以為你拿嚟當面膜。面膜，又然後冇糖你。也加入了是不是？ Hello，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看。住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要數坤，一家之主，喺民族。係中白票。覺得哈，哎呦而且呢，來到南部嘅時間表特別熱情呢。有哦，大白雷的南浦嘅西街了，我們資訊一出去，都30分鐘是報名貼嘞，真的還有很多人這個候選名單拍到頭染體嘞，哦，就直接參加下次桃園場。哦，甚至要來競標比賽名額。哎呦哦，真嘅。啊，唔過呢，最主要係要感謝太子港岸上上啦吼。你不管去到哪道邊呢，都有你一家之主嘅粉絲哦。好，唔錯。好，馬上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阿真斌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陸師傅。哇，陸師傅變得很年輕了哈，但最熱情的款調啥哦，秦有鳳秦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嘅，大家好。比較大聲不代表比較熱情哦。好，三號來呢來分享到眼底下吹係來自美濃嘅哎呦，姐姐老露台 Q 號來參加比賽，分享到係官人老田麗。歡迎。好，大家咧看一下咱出嚟一片哦，係來自美濃吼表姊妹鄰居線到鐵春秋。歡迎。大家好。四個參賽者都係來自高雄美濃嘅素材，睇下都啲講美濃係到呀嘅，等於係講綠隊啲都嘅優隊啦，錯要按到好高好色好料嘅素材，請教一下兩啥吼，兩位呀美濃嘛，你的推薦嘅私房景點，你嘛好色咧嗎？都後今年哈，都到俺那6堆300的活動，是國家的盛級的一個活動哦。我想睇下來料哦。哦，今天動態，因為係300年嘛。哦，真嘅呢，呀嘅綠隊300年哦，我跟大家講一下，佢講嘅係世界綠隊哦，非常重要。剛才我們婷麗講的就是說，這是一系列活動，你可以上網找。所有來到南部一定要來參加一下相關系列的活動。哎呀，個其中漢日家動態發通按到個6堆之夜，那個女主持人好漂亮哦。真的，好了上網找找看是誰哦。不過我跟6隊有考一下抬價哈，大家知道是哪6堆嗎？第一啊陸師傅你知嗎？地川1堆、2堆、3堆、4堆、5堆。賭侯係分了右堆、左堆、前堆、後堆、中堆，漢日家先鋒堆。先鋒堆 K 區就係萬巒該片啦。問一下你一片咱出面係來自美濃嘛哈？美濃的，哎呦都出美女。如果除了美女之外，漢日馬該會推薦抬價誒。哦，我愛推薦俺哋金絲亭。哦，金絲亭哦，係咧俺哋客家人改好嘅精神文化。啊。以前吼有寫過詩的字幕學白跳哦，我迄學白跳哦，阿公阿媽阮拿安尼滾的豚打師傅咯，啊拿我金絲亭地杯燒安尼吼，也去代表安尼對一個文史一個金聰。看到有寫一個金絲亭嘅一個金爐嘅時候，佢就係客家人嘅信仰，就係佢特別就係客家嘅狀案嘅。古時候都美濃也特別嘅金絲亭哦當有名，就代表講乜嘅呢？美濃也特別嘅人全部都係讀
熟你，新龟偷熟清准冲。好，依然按杨慧芳呢，文武皆宜，欣赏。等下马上来进好体育馆嘅挑战。料理大雕师，大家屋卡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限定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跳下來大雕師咯！三號來電話呢，大家拿出木卡嘅一個秘密武器來哈，有發現到南部嘅米通冇共用哦，秘密武器也是不一樣。來看一下風吹田麗姐，人家蘇紅拿的你係乜嘅？秘製麻油。哎呦，麻油，哎，可是很不一樣哦，順紅兩推，這才是秘密了。兩係乜嘅？我們的祖傳秘方，哎呦，秘方，你講嘅嗎？喂，等一下我會趁他不注意，偷偷剪扣了一款。因為這個聽說我非常厲害，因為俺忙了之前我就有聽說了。哎呦，啊，不過今日哪樣嘅祖傳的秘製麻油了做麻料理咧？我哋要做阿媽嘅鳳腳麻油雞。那你要麻油底度還有尖呀嘅紅油包哎，嘿。好厲害哦！我沒有看過麻油有金紅油包。係啊，好，故事係阿媽傳下來料理，嘿，料理嘅故事等下張聽聽講咯。冇問題。好，有心行嗎？有，加油！加油加油！行業動厲害，不過藍水兩片哈，也不是省油的燈哦。這是什麼東西啊？羅皮苗。大家先學嘅羅皮啊，哎，羅皮苗要拿來洗哦。係啊，伯謙，你知道羅皮苗是哪裡嗎？最上面那個油油的蔬菜啊。哦，改個葉嗆嗆的啊，係啊，也不是蔬菜條。葉嘅。可是那個地方要走在雪的哦。可以啊，我哋面農中嗰度白玉蘿蔔，我哋啲葉嘅可以拿來滷鹽，滷嘅呢可以做雪裡紅。哦。啊，差唔多5年後呢會變黃，可以拿來做酸菜。哦啊，酸菜是唔係咧？我哋要拿嚟切嚟洗走來，就變嗰種茶葉嘅，也叫做羅皮苗。落雨天啊，磨青菜啊，磨菜類嘅時節，就拿出嚟做料理。啊，等下我那了羅皮苗吼做乜嘅菜咧？葉平安，葉平安，雪落雨之後，就會打上進去，平安安。哦，好深層的祝福意味哦。那等一下的比賽哦，有信心嗎？有。哦，希望大家做得一平安。可以了呢，兩組都已經準備好勢，要加10分鐘到，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哦，走得快洗走咯。我們這組真的很厲害。對呀。你有發現一個秘密嗎？生氣了嗎？他們是國家隊，你看，哈，有國旗耶。哎有呢，還有金牌呢。對呀，戴了坤啊。來，這是銅子啊。哦，有咩金牌啊？哇，好厲害哦！已經動手看到後生已經獨雞牛誒，這是土雞吧？三對喂。這些我哋米農嘅跑山雞，哦，玉米雞就蠻好食咯。哦，因為肉就蠻啱炒。哦，有冇卡機有葵川湯呢？哎呦哦，嘿，可以買個串燙啊！哎，台灣雕的料理餐廳，產地到餐桌只要10秒鐘，自家手嘅下工，還有台灣雕的料理。哦，怪姐姐皮膚暗厚哎，所以粗活就讓弟弟做，是，那姐姐就來算錢就好了。對，沒錯。哎，不是，剛剛有講到吼，人家麻油啊，係鐵質誒，怕你去煎咩啊？從我哋阿太嘅時代吼，就會我哋9個女兒叫做9仙女，對，經常愛叫來嘅都叫唔出來。哦，我哋阿太就上嚟蜜蜂，最後一個時候終於生到兒子了。哇！對，終於，對。你聽講吼，冠人其實到阿姐鹽水差10歲哦。嘿，10歲。冠人係最細嘅。嘿，最細。可是我發現冠人呐，第一的來也好，他沒有嬌生慣養哎。哦，冇。你懂漢州哎。還是因為我們剛認識。好男人。他非常認真。弟弟煮出來後生嘛，真蠻後生，又有創意。真的，你看姐姐很肯定的哦 no。就已經團結了下做出來哦，其實很有他自己的步驟。平常時做串燙的須知哦，都是冠人負責都做總服飾的嘛。嘿，走。啊，你現在表個該麻油哦，還沒有放中藥包，對不對？那個中藥包是
之前就在腌制在麻油里面的了。哦，就是我们自己特酿的。所以它的是秘密，就是秘制的麻油，秘制到里面的麻油。对对对，它是要浸泡。大概要有浸泡，大概要1年的时间哦。对，1年哦。对，因为应该它不用落去，慢靠火给虚接，我们大家就闻得很香呢。所以其中中药里面有一个是红枣或枸杞吗？有，哇！那我们可以继续问下去吗？比例可以不讲啦，但是有什么可以分享？大概这样子。那第3样是？要拿吗？要拿吗？这样子煮鸡酒，要再拿。大概这个的12倍吧。对，应该要1整罐。老配没有啊，很多市场他们上面是直接丢掉的呢，所以下次我去市场我要去捡那个萝卜苗。可是你捡回来你也不会用啊。我打电话给他。今日做的是水果雪 Q 饼。雪 Q 饼，伊条冻会做出来，应该是没做出来啦。就放弃了。对啊，他们很会做菜。擅长划清界限啊！所以其中中药里面有一个是红枣或枸杞吗？有，哇！那我们可以继续问下去吗？比例可以不讲啦，但是有什么可以分享？大概这样子。那第3样是？麻油，对，好厉害哦！好啦，你等下再给我多转来哦。好。哇！2片没冻碰牌呢。cái老个6片苗已經冰落去嘅，嘿，錯。除了個6片苗之外，還有加嘛嘅嘛？有出我哋肉鹽，個加我哋胡椒粉，胡椒粉個誒，安尼香油一些些啊。那個係檸檬嗎？檸檬，嘿。自家種嘅哦。係啊，自家種嘅。那時候嘅嘛個葉嘅？一個係呢菠蘿蜜嘅葉嘅。為什麼要用菠蘿蜜的？我是拿來墊底的哈。不能講墊底，不能講墊底。擺盤裝飾。裝飾對。你係嘛改啊？要跟我哋白玉蘿蔔、醃製蘿蔔。可以吃吃看嗎？可以啊，來。咁我講款個什麼，漢語都有嗡嗡呢。調醬嘅嗎？係要用我哋呢，好好吃哦，好食咧。即係滷嘅嘟好哦。要不要弄下個最高底度嘛？唔係要個本來一條皮水餃食咧。包水餃食。我哋做兩個口味，可能隔一絲嘛個口味。兩個口味哦，提出種係嘛個？高麗菜做嘅泡菜。唔講俩。係。台式泡菜。另外一種用我哋呢滷嘅營養呢蘿蔔角。我係先做蘿蔔苗嘅口味本來食，你命嘅做醃片咯，嗰時係包嘅水餃嘅先食呢用醃嘅。要哦，就啲包半大家看而咋嘛？好，包落去之後，哎呦，這個包法動體片呢，唔是看過嘞，你刻意包得比較快哈。好厲害！台價轉體嘅時間用放慢1.5倍速。好厲害，這個都厲害耶！這個手勁很厲害哦。好，我們等下張鍋都轉來哦。好。哇！我要吃那個雞皮最多的部分，謝謝師傅。好，冇問題。其實應該係小改動，因為麻油嘅時間了，我還注意到啲順紅吼，就動作誒。好厲害的東西，風色該用完係嘛該？也係鳳橋。唔過加布卡西亞嘅樽椰酒嗬，不老酒麼？會，當然啦。酒咧？酒咧？要拿嗎？要拿嗎？拿嗎？這樣子煮雞酒。要再酒啊，再拿。大概這個的12倍吧。對，應該要1整罐。大概1罐的量。對，要1罐的量。對，酒嗎？就是我們的料理名酒。對。只是說放酒的嘅順序吼，總唔得一下倒下去哦，總唔得咯，半量吃，黑白酒水被煮不甜，同甜了，最後再放點酒，再煮2個步驟，你給酒再後生。好，那我問一個關鍵，我加水嗎？就看你個人咯。加意思就多一些，就不是加水啊。想要吃微微的微醺感，就加點水吧。對，微醺。那你懂它的暗示嗎？沒有暗示。加滿嗎？加好加滿。也火吼，總得太火哦，不然會太燥熱。對，用小火。風買個水就會落去啊。等下給。過了一時就在冰就好哦，錯。還有卵，我見卵。對啊，荷包蛋會卵啊。因為吼，以前的人吼，一定要用冇弄黑，
那我们加一个蛋下去，就一餐就解决了，那么简单。哦，一餐我们就一个汤一个面，用毛弄可以吃出来，就这吃饱，又营养又健康哦。你就不卡个一串哦，安澎湃嘞。好不，加你加工作做了吼，加油！哦，可以学同事教嘞。这是酱料吗？对，这样感觉超棒的。介绍一下好不好？客家人传统的酱料，底部有蒜头、辣椒的。七层菜哦，还有香菜。哇，那客家人最好嘅呛出来，全部不用落去嘞。百搭的酱料。有加柠檬的吗？你看体质种的口味啊，他现在要做听一种诶。哦，好厉害哦！其实佢哋吐出来吼，就完全展现客家人的精神啊，就唔会打扫。那白玉萝卜啊，跟果肉本身做的直接吃，没做的晒干，落配没有啊。也不要浪费，洗冲啊地薄呀，很多市场他们上面是直接丢掉的呢。所以下次我去市场，我要去捡那个萝卜苗。可是你捡回来你也不会用啊。我打电话给他。那冻酱的辣椒是马杀切盖。爱切嘞。哎呦，这切嘞。要当老师不容易呢。好厉害哦。雕花啦！你怎么知道他渴了？这要让你喝的。对，不是辣椒水，这是种那是给你喝的。这个是吸眼珠的吧？不是喝下去的。这个是用台湾用的哈。嘿。那这个是怎么做的台式泡菜？来，一个喊那个妹。你做呀？来。以前快川汤有做过，你有快过做啊？哎呦，刘田你。怎么比嘛？南部真的不能这样，全部都有嘎了，用它比。还出嘴里哦，该。所以安英是差不多的吧？差不多呀。差不多的鱼肉的。哦，所以你要提就种好嘞，然后等下个种就会闻啊，你要种嘛。那第二种啊，是叫咩？闻香浓个种。百搭对。哦，百搭酱嘛，哈。对。拍沙的鸡肉、鸭肉，俺们面拢加用一种。哦，白斩鸡。俺的面浓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水鸭公，也是可以沾这个酱。水鸭公是嘛个？水鸭公是盐水鸭。盐水鸭？不是，就是公的鸭。公鸭小只，差不多15天左右，1到1个月左右，毛还没有长出来，这还细细的毛的时候就可以吃了。毛还得剩孔盖片好嘞啦，来，哇，好厉害！哎，我有一个疑问，你刚刚偷了什么东西去？闻那个味道。哦。你咪一般你有讲，迄讲甜过的发卡不有泡都当过。嘿，错。那你要盖吗？要盖。那你的口罩还好吗？这你出了什么事？没有，不是我们的那个，我们天然的那个红曲粉。对。等一下该乱我建荷包蛋对，就是刚才他们煮的姜的这个麻油，哎，减嫩哦。哦，姜麻油。对。哦，这个蛋特别香，会不一样哦。哎，所以一定要给煮面线，嘿吗？嘿啊。啊，为什么不直接都会煮？没有。那你要干拌面。用拌面的方式，两吃，对，两吃，有汤可以喝，然后也可以吃，然后拌我们的那个。介绍一下，这个东西。这个的话也是，就是用我们的蒜头，还有我们的葱，还有我们的美浓的特制的我们自己做的葱油酥，还有胡椒粉去拌一拌，它的香味会更提味更好吃哦。所以就两吃。所以它也可以拿来沾鸡肉咯。哦，没错，对，没错。因为我们的麻油鸡啊，通常是不加盐巴的。对，我们客家人是煮好的时候加点盐巴沾鸡肉的酱，也是蘸料的一种哦。对。滚哦。哦，他刚因圈就食过个麻油盖啊，不过丰富的麻油盖可能还少哈。鸭面线吼，香港的客家手工面线。哦，真的。嘿，它这个面线吼，不是假养哦，也有天然的咸味。哦。对，不是在假养哎。所以你看，记得用的食材像系冻菜皮哦，冻油面诶。嘿，也是俺的闽南的特色的手工面线。哎，怎么办？我发现哦，哎，你都高雄呀、倒闭啊、潘建模。他们都是变成厨师出菜车了，嘿呀，完全超越你们。两吃哎，那你们有要出大菜吗？有吗？不用了吧？哈，鸭头全部煮嘿，不是都一道哎？嘿呀，都准备了很多道，这个是3道，对，你那个是2种口味。嘿呀，香烧都够香的呀，香烟准皮的没拿出来，禁烟准皮又拿出来。好，我们先过去那边了。好 ，OK。观众朋友，哇！家政班在哪里可以上课？太厉害了！闽南农飞，很厉害哟。两种水跟温度
花开富贵嘞哈。跟你说夜夜平安，夜夜平安嘞。等下没夜啊，哦，你係推翻嘅入去嘅。我留起來啊，差唔多會數嘅。好，那我們時間就來你倒數嘍。好，現場馬上倒數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就來試試看啦！一條美濃嘅鄉親拿出秘密武器做出來不卡本地嘅料理，乃不卡卡蘸料咧。哇！好啦，正經當澎湃你眼見燒到後，再就喊唔起來。因為暗號嘅東西吼，來，我先食麵線的嗎？都得。跟麻油嘅梅子冻重啊，好好吃哦！怎麼可以連麵線都那麼好吃啊？它這樣子乾乾的，好好吃。而且天哪，你個椰酒，還蠻食食過安樣的味道誒！你個麻油底都真正有韓洋味，含加豐 Q 的這種香味，這可以續碗嗎？直接續鍋了吧？那這個麻油也是我們閩農年他趕緊都會用的100年的老麻油，配上我們的秘密武器。官人，你知道嘞？哦，董鳳林。董鳳林哈。就是國中的時候轉過，吃得也是蠻好。哦，我變得乖。哦，來問一下，咱隨倆片哦，都是2位媽媽嘛，哈。學到倆後對什麼動作嘅風球啊，有什麼感覺？佢小嫩，真經好食咯，該通條係甜嘅，該牛咪係甜嘅，Q Q 香香，真經好食咯，倆下來玩學一下，咱隨倆片哦，這個夜夜平安，好棒哦。它會噴汁哎，有噴沒有？會轉感慢嘞。很厲害呢，那個醬好好吃哦。你那個醬料要不要再端上來啊？最主要嘅秘密武器吼，就是閩農呀道味嘅白玉蘿蔔色粉油麵，落嘅落片苗落去哦。你係真嘅客家人嘅菜色，又加變化喏。也係米絲就係媽媽嘅米絲啦，就蠻好食，相當愛媽媽。不加切加會那個洗落片苗起來麼？媽也冇會洗。哦，嗰種要揾拿來爆水餃麼？哦，冇誒，第一擺是到。那你那擺咗按樣嚟做？係，好食。哇，幾唔可能幾兩三講，好食係哦。咁其他渠道咧？馬哥好食。我也覺得，真的哦，兩家挺少咧。我就去加百搭這樣的，真的個梅絲啊，千次下多，層次更多。春秋阿姐咧，兩種都挺好吃。那以後放呀泡菜，還有醃蘿蔔，個角米，還有我哋呢百搭醬，能夠吃出它的層次感。係啊，很好食。其實記得有學咧，唔但淨係梅絲甜甜哦，還有很好多係該祝福的這種意涵。等一下覺得看一下師傅，梁差師傅用辦到評分咯。兩組都按讚掉，師傅都帶有一些呢。想想啊，準備師傅搶分數。風吹1分，好，再過來看一下阿峰哥搶分數。咩風吹？唔係安樣。呢兩片吼，穿入國家一個想法啊，秘密武器融入海魚，用辦因讓。那食海魚會有感受的感覺，讓因了後後考試雖然講去做兩種冇強嘅梅頭，但是冇講伊嘅秘密武器真緊表現到是正差到了後。啊，再過來係阿峰哥，你嘅想法係乜嘢？咁我本該藍對方嘅想法嚟講吼，應該比例嘅問題啊，應該餡料啊要其實咪該煮嘅主要食材比例好到對，因為做咧做該從伊嘅肉撈該主食材嘅比例。融合在一起，讓它基嘅主角能夠凸顯出來。紅對方嘅想法真緊，當特別一張嘅梅頭，我哋冇輩從來冇食過咁好食嘅個麻油，真緊。謝謝。哦，所以我本兩片啦。哦，謝謝個建議啦，吼。兩組都正經當站掉，最主要係馬家人家掉做菜都當有誠意哦。唔講你稍後來馬上來看一下，今日阿準備師傅帶來嘛澎湃而來了南部嘅潛水站，叫他來分享咧。我們來南部，終於旁邊有觀眾，好多啊，還有掌聲啊！哦，你大把快槍嘅時間係講，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其實冇贏。那個蟹膏蟹卵，太犯規了。是蝦哦，太開心了，
太可以。第一道餐桌只要10秒钟，餐厅的前面就是俺的那秀下空的地方喽。好像转到购物台哦。料理懂理篇。好，各位阿斌师傅，我了出太菜耶！我刚才呢，偷偷瞄到今天的食材，厉害耶！有可能是甜点哦。今日来做的是水果雪 Q 饼。雪 Q 饼，等下雪 Q 饼不用烹熊吗？不用。这样子处理一下。真的？因为记得冻未做出来了，应该是没做出来了。就放弃了。对啊，他们很会做菜。擅长划清界限啊！好，弄简单是讲你有了的棉花糖，然后了的奶油，因为让它融化，变成你的糖浆，它也掉了的你的饼啊，好，还有水果。很新鲜的水果，所以 no boy 该上不该糖霜啊，全部是用棉花糖。棉花糖。来，这样子哦。一边做哈。用隔水加的放水，没有起加融化的放水，穿走的因为好 gas 的起加不用害融化，我是隔水加是甜就不会融，但是起加它也是了袂好嘅美咸，因为可能会抽火辣，好。要跟棉花糖这叫不要落去哦，这岂不是跟小熊软糖道一样？哦，那你啊，可以是要厨师帮我啦，用帮一帮呀哈。我们这里有4位，好，你要选哪张？好，先7四福啦，7四福。哎呦，红心哎，红心芭乐，做嘛个有些红心的芭乐，全部好酱啊。哦，我应该还讲雪 Q 饼哦，今年还会放水果强下些咯。一般一定要分走坚果好豆啦，因为坚果。是会好切啊，但是偏土啊，那都系水果配落好好。好了，来看来棉花糖哦，给它融了哦。甜哦，蜜桃都散出来耶。我那个紧挺痛哈。既然不会抽火辣啦。你选这个对了，因为很有可能孙红谢师傅呢都唔会做哦。师傅们有做过雪 Q 饼吗？有冇？冇做过。哇，很快。就连个家军班的信上吼，全冇做过。还是第一都冇做过，爱当还有做功课是。啊，你就唔敢做鸡酒的哈，你唔敢爆水饺哈。水饺是老贵嘞。我按用看起来减少，基本变做一团呢。巧克力礼服了。一定要加奶油是吗？怎么变这样子了？啊，给没煮都按豆，我们旁边的观众有机会吃得到吗？有哦，动豆得。我们来南部，终于旁边有观众，好多啊！还有掌声呢。哦。我大把快充嘅时间咪讲，所以现场嘅向前边就其实冇赢。我讲出来老贵嘅。像青瓷蛋、绿蛋都有哎。哎呦，这千府中贴嘞，除了棉发通，它只能用其他的东西起到，也可以变糖霜。其他的东西冇按好处理，因为讲会做像个汤啊，是得砂汤去煮啊，嗰啲冇按溶剂啊。哦。好，比起很好的抽火来，咧系最简单融化的东西。你要把树枝打烂。嘿。哈？那谁是这种好学的要饼干，就要吃它的数字啊，从1吃到10呢。飞机饼干啊。哇，这同那种好切的饼。那种啊，底路卡一般家庭主妇做得做嘛？做得啦，不是烤箱啦哈。不是，哦。对，了失败率动低的，了真的哦。你看，因为骗戏嘞。好，来倒下来咯，倒下。哦，这样的哦。那你分享下诶。诶，干奶油系咩？我减下叫杨木啊。杨木还有叫香梅。哦。你动因起价都无法做咧甜点，做网络是做买嘞。哦。师傅好厉害。祈福饼干啊，那都做的。那我那个收咸饼干做的吗？没做的，该没硬啊。上面有咸哦。嘿，你现在有做收咸饼干了？没有，我是说婷丽姐啊，因为她有2个儿子。变起来要给它翻，还是会像个牛轧糖嗰种。哦，错。还有点是咧，有点像个沙琪玛的感觉啊。哦。哎呀，假使有成咁唔敢食嘅水果哦，给它偷偷的倒油的冰落去哦。没有，要是我就放青椒。对，太其实啊，咸的东西没冻中了，因为啊，没做那咸嗰种软绵绵的水果，会出水。所以榴莲吗？嘿，冇咁错，冇是像个奇异果啊那种。出水啊，木瓜，
cái hậu會出水嘅，我哋今日托嘅咧，上公司包咧，我咪跳托個後硬掉，後硬嘅咧，還有另個啊咧就後唔會出水嘅，好像水梨啊、沒做得啦。應該他講到沙琪瑪嘅時間跟上到，像什麼葡萄乾沒做得啦，芒果啊哈。一般後窗頭看到嘅是那種嚟，嗰種葡萄乾、堅果咧就。堅果。保存嘅問題，所以真係做好嘅實實是用啲涼熱水嚟去食係涼熱，呢10分鐘就吃完了。冰不去冷，不去硬，硬有一張做得食，後張切切的樣樣是做得咧。哦，好，因為時間關係，要做而家先冰就變相度嘅。你係定型過嘅嗬？係要變先就變相度去變過樣樣。請進去從沙子那個切切的。你這樣有2份，那我可以爭取那一份狼特做在電給狼兒給我們現場觀眾吃。做得，太好了。我那一變相來變。我等下直接拿到場外分食哦，哈。其實用變狗機還有是切切的哈，朋友是幾道台。小朋友下課，營養健康，水果吃得到。哇，其實最後撒一點糖粉的話呢？我會甜甜的啦，甜甜的，這樣沒有？好，這可以當擺飾。擺飾，水果那個掉下去啊。油醬、油精醬，你的棉花糖。安強哦，好誘人哦。好，大家剛剛聽到的哇，不是音效，眼通嘅觀眾。好來，拿起我們睇下看一下。水果雪 Q 餅，按鈕就紅色咯。节目当中啊，真的是都要给雪 Q 饼，好嗨哦！而且好简单做，观众朋友都不卡没做吃做困难，我们试试喽。来，我觉得好像真是给乱搞哎，一完全就係沙琪瑪嘅美食啊！好好吃哦，好好吃。韓國比沙琪瑪還好食哦，因為一般嘅沙琪瑪可能佢係用糖，所以佢係啱啱。我哋完全唔會哦，真的呢！而且加呀水果，我覺得加非常很清爽，對，清爽，稍微解一下跟棉花糖的嗰種甜的，懂咱的。有水果哈，吃起來這麼清爽，又好吃又唔會甜，嘟嘟哈，你比咖比哦。是下午茶，臭，下午茶嘅需要放日本嘅茶，咖啡哦。絕配，沒錯，這個太差不多，而且重點是，哦，在家裡面咩做得起牙做兩個完全零失誤嘅一個雪 Q 餅，睇起來就好起來咯。唔過呢，頭前啊，農村級排泄得到2分，南村阿姨，而家就動厲害嘅要加油咯。馬上來進行最關民意館的挑戰，百變料理網。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指天嘅食材變化出無窮樣嘅料理。亞冠唔但淨係比面試，咪愛比創意哦。到底愛嘴真係正經嘅百變料理喎，一家之主，你誰來上菜了？哇，其實呢，我今日當其他大概咧想誒，因為來到南配天有無窮樣嘅。嘿，冇錯，等下打開那個劇情食材哦，糖講係南部誒較常見的哦。真的。來，夾打開來本大家看。你係乜嘅？木瓜板。瓜板，哇！我記得我送俾來嗬，喺小潮老阿婆鄉下剪下木瓜板嘅哦。我木瓜板其實係蛋漿做的直接食嘅東西。做得本條魚就好。還要怎麼樣變化咧？夾蛋。哦，蔥抓餅。蔥抓餅。哦，沒做的。啊，萬一咧？炒餅。炒餅係乜嘅？從炒麵那個炒餅。之前有。切的高麗菜啊、韭菜啊。調油啊，調味啊，炒鵝。那凍肉，忠實的觀眾朋友都應該知道，你的話是？我換了。哦，我換了，我剛才瞬間犯過了。綿冰。沒，這樣子，我罵你了。人家這是不是有燒餅夾蛋嗎？哦。我們可以燒餅夾木瓜餅。
烧饼夹木瓜片，做得咯，做得啦，做得。因为人家係10元的 Q 㗎嘛。其實全部係餅嘅東西啦，必須做得做變化，所以兩組你下咧好好想一下，等下你那你木瓜板我做乜嘅料理咧？冇唔錯，馬上就嚟進行最不迷關挑戰。好，那要跟木瓜餅怎用嚟做變化咧？先問一下風吹帶來料理有乜名？海鮮木瓜板披薩。哎呦，做得咯，披薩，做得咯，很棒哎！好，風吹家已經得到2分嘅哦，請教一下風吹嘅朋友有信心嗎？有。攬住呢一片吼，拿出他們的殺手鐧哦，動厲害哦，等下去做個菜吼，個菜名按到家家團圓。哇，你看，都有個中國嘅意涵呢。夜夜平安，又家家團圓，很真的哦。好，啊，等下嘅比賽有信心冇？有啦！加油加油！天場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南部嘅朋友差唔多就他們成日都有講馬街道。哦，講慢慢的喂，慢慢的喂。對我們來講有點困難。對，我知道，你們3個已經嗨了。停。家下講我做披薩哦，係用緊木瓜板做鋪底係嗎？嘿，我哋今日呢開海鮮披薩有個地方不一樣的哦，就是我哋呢下工。泰國蝦，我哋鐵架燒嘅哦，加油嘅呀！我哋鐵架燒嘅，那個蟹膏，那個蟹卵，太犯規了。等一下，是蝦哦，太開心了，太開心了，對，是，這是我們自己鐵架燒嘅下工哦。對，只有帶2隻嗎？3隻嗎？還有很多。對，我們的廚師在馬好吃披薩，我們把它中式的做成西式的料理，做了一個創意的料理，就是變成木瓜拌的海鮮披薩，結合在地的食材，同俺的鐵架燒嘅下工泰國蝦，哦，這麼好吃咯。你負責場外對不對？不是，他是負責導覽，餐廳導覽，很厲害耶。咁我喺談講披薩講話嘅泰國蝦學起來都困難呢，它的水質啊要很穩定，對，不然很容易死掉。俺的米農哈最厲害的地方就是俺的水質，我們是保育的那個水，所以水質只要好，它的蝦子跟魚一定養得很棒。對，所以我們的產地到餐桌只要10秒鐘，餐廳的前面就是俺的呢燒下空的地方咯。對，這裡隔壁先撈先煮誒。一定很好吃的嘍！是，好像轉到購物台哦。是該泰國蝦該直接咯，就是要看它的蛋又多呀。那你吃啊，生吃啊，試看啊。泰國蝦要熟食哦，各位。面趴蛋。你打開了凍台地呢？冷的時候，他們就把這當圍巾。圍巾？那個狗咬吧。那個咬的姐姐切就拿去貼。你可能會被美濃觀眾笑哦。還以為你拿來當面膜。面膜又然後摸它，你也加入了是不是？哎，幹娘呀，下工好我用的呀。哎，下工我用冇用，我用來蝦仁。蝦卵。蝦黃呢？蝦黃我們也沒有用。那我先喝下去。喝下去。那個因為我們今天包生兒子。不過嘅意思係講，這個可能可以先煸一下cái蝦油啊，也係嘛嘅，可以煸一下嘛。我哋用來肉的部分。伯謙，你平常都冇帶回去。這個真的很珍貴呢，對你講沒有，這個真的很珍貴，對，那個很好吃。對啊。你做得等下捅一下吧，哈。帶回去。你是不是真的想帶回去？冇人喺度講乜嘢，因為佢基本做係披薩，係比較乾的，佢基本係做湯嘅，有辦佢時係做海炒，炒嘅高湯匙變到該蝦嘅高湯啦。所以今天佢嘅做法係冇佢，佢嘅做法係披薩。披薩，等下分你帶上去哈。真的送你，這很珍貴誒。這給你送。因為大白蝦是該泰國蝦該直接咯，就是要看它的蛋又多呀。那你吃啊，生吃啊，試看啊。泰國蝦要熟食哦，各位。哦。好，等一下張狗仔。好，謝謝。哇，團團圓圓。你要叫幹嘛嘅東西？你肉圓。好香哦！係幹嘛東西？胡椒粉嚟啊！係胡椒粉啊！頭油兩方嘅，很香哦！等下幾日就嗰個無米頭嗬，拿頭油必食，拿頭油必食哈。不過大家嗬，應該係門啊，全部門都重點啦。來，帶大家看一下。哎呦，面趴板，面趴板，美濃最有名的。又係馬街頭誒，
四骨头，俺哋闽南讲四骨头，有人讲羊头头，羊头哦，田内嗰种羊头。哦，等一下，跟木瓜板啊，本身是做对学东西，佢很用米弄哦，水煮面来面拍板来爆，系冇？来嘿，错错。木瓜饼是我见过还是直接爆嘞？我见过吼，嘿，哦，你看。佢打开了动台地呢！哎呦呦呦呦呦呦！哦，有些时候冷的时候，他们就把这当围巾。围巾可以狗咬吧？那个咬的时间切在哪里有贴？他煮菜的时候可以当围巾。哦，你们会被美容观众笑哦。还有你拿来当面膜。面膜，又然后摸它，你也加入了是不是？他的被2只控了哈。开玩笑。哎，当然加菌版吼，如果做个动作让面拍板有这种款的料理嘛哈。闽南菜店人都用的西洋木瓜板，这家是点酸用吃百搭酱，吃加温就好哎。对。哦。蒙阿掉肾孔改片。好，你见一下。你厉害做哪个动作？那现在的话要放入那个我们的泰国虾哦，就同火的。嘿，还有花枝、发鲫，还有甜椒，还有火腿去提味。你看亮黑马盖，这是我们的秘密武器，真的是，它是我们自己炸的豆酥、蒜酥，还有辣椒，特制的辣椒。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豆酥、蒜酥有辣椒哦。这么香哦！哇，哥这口罩都好香哦。因为最后不用海吼，酥酥脆脆，这么香，太厉害了！这么我们真的可以先准备得奖感言。对啊，婷丽姐，你一天是有72小时哦。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哦。还有培根系吗？对，高档的，高档的。你是生物哦。你都看得出来，记得用那个食材哈，都很用心啊。记得的方法是用泡的方法啦，不给它气死融化。哎，比如对融化，对，掉安尼两吨。啊，火烧细细的吼，还冇烧火辣的嘛？哎，那唔会烧火辣。哦，有加油系吗？哎，有加油，再加一些油。其实我觉得他们这样很聪明，你看，个箭给虚跌了，它下面那边就会变叉叉。韩国上辈嘅起司啊，那个熔炭，所以就算不卡摸烤箱，你做得用电磁炉啊，用来做。迪路卡都得做哦。因为安样子差不多好了哦。哦，你们的泰国虾要借蓝队吗？那个虾哦，哇！哎，干有嘛个？cái地位要爆嘛个？羊头头，啊，对，牛眼，各位，安尼木瓜板，好棒哦！啊，香菜咧，香菜啊，做装饰。佢家下自家做的个酱哦，咩爆到地位，佢等下仲有拎上去的系吗？所以你做嘛个会捞两头菜哦，按命按到个团团圆圆。系啊系啊，哎呀，听切开来就圆圆啊，一片一片啊，嘿。哎，应该啊，咩就做嘛个百搭酱，没做的融头两片吧？可以啊，可以，对，可以。哦，刚刚用的发给建议了，就差不多。他我切过哈。现在差不多，哎，你写了豆薯喽。哦。天草马松豆薯。是。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去吃看那最杯米一馆，用下菜天木瓜板边做料理，那部卡卡赞的嘞。来到南埔呢，一天吃一圈木瓜板，不过呢，既然睇起来都会料理重朴实啊，吃了木瓜板就有变化。先对风吹看好了，吃看呐。好，变出来给个披萨哦。又都像个大阪烧的口味诶。你有没有吃到它的特制酱料？有。要跟木瓜板呐，给有一些湿润 QQ 味，但哥哥家其实唔但像米头变化 Q 感没有变化，等这样的。颠覆大家生木瓜板的那个传统的概念，嘿，所以了就酥酥脆脆，又有气势的小米，再嘛堆米哦。真的。哦，豆腐卡的吃这款呐，官人你吃的嘞？哦，上多好吃。因为爱更好吃披萨啊，刚刚呢客家的料理结合安尼西式的做法，然后结合更多的好吃的料理安尼。做来做变化，就菜体的特色安尼。嘿，来谈谈一下咱水龙 VRJ 哈对他们红队的评价。好吃，可以哈。完美。对，可以完美。我觉得其实蛮聪明的，因为披萨台英谁之圈都很好选。没有，还有加他们自己个有给台龟虾哟。春秋阿珍知道嘞？是在豆木瓜板的米丝，
有时咧都以假日也要海产的米是，清蒸豆、清好食。再怎么好吃，大家可能还没有吃过蓝队，还唔知哦。沙沙来食看哦，用个面拍板哦，米弄个面拍板做出来嘅，家家团团圆圆。非常的 Q 弹美跟外皮，好好吃的面拍板哦。咬落去啊，是这现食到面拍板的 Q 度，它口食到地背哦，有那个绞肉，还有跟木瓜板。层次口感非常澎湃，而且它是渐进式的。好，因为有要半条 Q， 有木瓜板嘅嗰種軟軟當沾豆。这种吃法哈，更像日本的寿司的吃法哦哈。外面的话 QQ 软软，啊底部又脆脆的，3个层次的吃法，怎么等真哦？结合安尼日本的做法啊，刚刚更厉害，口感又这么好，更好吃。有哈动啊一下，太好吃嘞！过年过节客家团圆的时间呢，乡下都看下就会做一方洋红菜本都看颜色。哦，哎呀，牡丹强就那个主题哦，表现到冻河，韩国哦用菜田蜜弄的跟面扒板哦，在地美食站上国际的这种日式的料理口感。哎呦，其实我做对咯，等下看一下师傅应用版来评分咯。紧张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现在请你阿准备师傅。抢分分数，蓝水热粉，我跳出来咧！大家你看一下阿峰哥抢分分数，哇，风水得到3分，准备师傅抢公平。伊咧做吼，用咧爬板啊，伊然后个木瓜板做咧变化，以后你袂去甲爆个香菜海，其他也是些层次几啊梅头，从你跳出来，然后梅头咪做到冻吼，按台在下讲。你摸落去切可以，变东港呛发出来安排，叫你还讲油油，主角跟配角，你呛出来甜椒，然后个呛发出来比哈讲还好开。主角到配角，还有一个提供小技巧，你也木挂饼，做得先饼一滴滴起司，10个饼该就了。我还是技术粘起来咧。当个10个饼有2层次的个起司做粘着剂嘛，技术粘起来，以后你咪感觉。了当个了出来，让木瓜板会闪闪这样子，为好好的地方就得到。冻好嘅建议哦，大家来问一下青玉凤七师傅嘅讲评。我无本风度遐，我的想法是讲吼，佢该下讲老该总袂呛出来，通度嘟嘟好。油加到该气死，咬落去真紧冻好食。另一片俺某本机的想法是讲，不用得提调分，落去综合机的辣度，按是冻好的，是正差的安原甜。因为香菜那提调分咪系好偏酒嘛，就得互相来参详一下啦，吼。参详人啦，是冇？2片做动哦，真嘅。好了，鼓手呢比赛就都要到毕业，马上就会进行颁奖喽！耶！好啦，今日的比赛呢真紧动紧张哦，因为2组先生全部都系师傅啦。唔过呢，凤吹较好彩，得到3分，蓝吹得到1分，现在恭喜凤吹得到3000的人加彩金。好，大家来吼，恭喜下2位有动力害师傅吼，得到了动好嘅奖品哦，的钛金钻刀具组，恭喜，非常好嘅刀哦，恭喜恭喜。好，马上来先看到俺凤吹，俺吃到啊，其中3单枪的师傅听听，而且他们很谦虚，从头到尾呢，几都吃讲，其实在对手蓝队的姐姐哦，我们还给他的后续的对象啦。现在呢，请官人老太恰分享一下了解参加的心得。我感谢一家之主本来呢给机会。我会把安尼客家的精神跟客家的特色再发扬光大。那么你还讲冇想要做种朴实的发，想做主持人，发扬光大。请用那个红曲麻油来换，谢谢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哦，听你姐要不要参加心得？没老太恰讲一下。可以跟我们的厨师哈，学到这么多的料理，跟学到这么多的东西，感谢大家不来给费哦，谢谢。有戏。好，大家来好好访问一下线上哦。今日学到，几动厉害嘅料理，还动用心哦，很精致。到大家分享一下，基本嘅参加嘅比赛感想好冇？有了就有收获啊，收获动态啊，希望呢能不是匆匆翻译嘅不同本客家人哦，可以学习嗰道美食的料理啊，嚟啦哈。副这种教练才最重要哈。真的。大家来问一下春秀阿姐吼，跳摆系可以参汤嘅跳架哦，今日参加比赛有咩感想冇？今日非常欢喜来到一家之主的节目，学到最好食的甜点。
雪花饼啊，雪花饼、雪 Q 饼，雪 Q 饼。我哋大家呢做學嘅鼓勵去做本土客人食，學到幾多，感謝大家。你感謝你哋哦，但係咧都好嘅料理本大家學到當歡喜。唔錯，正經哦，你吼已經愛上南部了啦。正經一家之主呢來到一道邊，你都去參加咩表演哩？節目啊變到行較精彩，行較本太自家想唔到哦。真經吼唔想去離開故鄉咧，所以日日打天發來吼，冇停錯吼，行敗吼唔會當叫嘅妹女吼，是會來到故鄉，日日都報名參加哦。一家之主等等你向下來報名，不管你喺到全台灣哪一個比賽，一定要來參加一家之主哦。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